就来关心中国即马伫头来扰乱咱台湾，破坏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为着要阻挡中国，美国众议院是通过台湾冲突阻挡法案，内容是中国若是拍台湾，美国的财政部就会公布中国的高官因非法的资产，卖切断因和因的厝内人使用美国金融服务的权利。中共军事混大相关台海情势紧张，美国众议院为着协助中共犯台，跨党派机关共同提出台湾冲突合作法案，得到无异议通过。一旦中共侵台，美国财政部会当透过公布中国国产伫全球的资产，佮切断因甲加紧使用美国金融体系权利，冻结伫美国的资产等措施，就此阻止中国侵略台湾。这个法案呢，也有助于从经济的层面来遏阻中国犯台的意图。我们还是感谢美国国会持续的是用立法的作为来维持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外交部表示，诚挚感谢会关注法案后续进展，针对法案连带冻结中国高官注入的美国资产外界解脱，对协助中国高官削弱支持反台力度有帮助。美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德国传出有意派遣巴登福腾堡号、红蓝加法兰克福号补给舰两只军舰过中经过台海，引起中共不满。尤其公司记者今年到伫夏威夷，看到巴登福腾堡号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展现德国重视印太区域的威胁。那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船舰经过，它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在亚太或第一岛链这一带有任何的一个军事，我直接讲就是作战的一个状况，这是很不太机会是不大的。但是他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去达到一种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德国国会外委会主席罗斯表态支持德南经过台海，认为这不是假事，而是韩国航行自由。学者分析，德国在美中竞争局面选择徛伫美国这边，来换美国加强对北约的支持力度。记者综合报道。